扣，请进。安子森，哦，顶不腻呢？他是我们最多加油团，来看看那边的加油团。弟弟，耶！豆台酱烧菇菇，酱烧超赞。对，把菇菇拿来酱烧。对啊，你有先问过他吗？菇丈有同意。等你煎的时候，我们先来玩圈圈叉叉好了。也可以。你蛋强用豆腐爆到进步做会出来哦。都得。确定？那个料理魔法师呢？帮你递上一个棒，海鲜贡那样，变没了。得了，来喽！超漂亮的！他们的米血糕切法很特别。哎呦，小熊造型动物嘛，谁面枪母动物喜欢呐？某信另外一回事。我觉得我们在比赛，你知道哈？三种鸡都在黑奶三茶，有牛肉、香蕉、小黄瓜，我小朋友喜欢吃的 cheese 玉米。哇，哦那五兄弟还有栗子哎。你们家生太多了吧？各位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！韩乐手又选唱嘅向前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曙坤，一家之主，感谢民主，我系中白票。有一句话系按用讲嘅吼，山不是高，有仙是命哦。山不在高，有仙则名。今日你落到一道嘅虎头山，山当高一道嘅面轮三升强一道嘅，你会发现到有没有都喺你嘅面头前，个顺头一个虎地十分的太。唐讲呢，菜天嘅人啊，不讲系看日头。出来，也係講日頭落山，你都會都要特別看看，按夾鏡子，來你看看你想要住在哪裡，都可以選到一個最好的絕佳景點。要先買得起再看。這邊真的景致跟 view 都好啦，哈。除了就攞去參拜嘅，每就攞去兩邊看夜景嘅，不過講到夜景哈，要不我們今天就直接錄到晚上9點去看夜景。不要，沒有想跟你看夜景。好啦，係啦，我今天講的也是對，因為特別看夜景也是會很美的。好，唔過呢，馬上先來分享到今日評審欣賞，提前來分享到嘅係阿森知識夫。朋友大家好，阿健是平好，大家分享到係向陽漢邱師傅。哎，大家好。阿花阿姐好。哦，馬上來分享到你風吹嘅潛水站嗬，而係兩隻阿嫂搶下來參加比賽哦。來分享到牛飛機、數神機，歡迎。好，咱隨地一片哦，非常閒的感情動好啊！好，係家用老先票強下，風小妹親屬耶，總算歡迎。我每次看到這個婆媳一起來比賽，我都覺得很感動，因為真的很難得。非常。好，先來問一下風吹兩曬係來自平鎮係冇？平鎮你有推薦乜個好高好食好料係冇？引起眾人結婚的時節就會去吃飯啊，然後還有下午茶，然後還有一個教堂可以拍照。金旗莊園是不是？這套 V 等於講，你還要結婚的話，有 V 發那邊全部可以包辦。哎，對。哦啊，你有結婚了嗎？有。也是在那裡結的嗎？哎，不是呢。所以現在是一個很熱門的結婚的景點，就抽哎。對。沒有結婚可以去嗎？可以啊。沒有男朋友可以去那邊找到好姻緣嗎？可以拍那個網美照。哦，對。好孤單哦。自己拍，然後再上網再來徵友這樣子。哎呀，懂你的意思。完全沒有安慰到你。我幫你拍，你再幫我拍。我該下手嘅係偏緊。好，我們先來看看突然兩片就買好高嘅素材。虎頭山創新園區哦，兩片區係虎頭山嘛，誒，兩島係虎頭山，跟山下落來嘅位所，持有跟後擺嘅804醫院，然後改建，然後半洲嘅改建，走地景公園，地北都有青豆嘅個造景很漂亮，很值得去看嘛。嗰下小妹啊，這吼小嘅兩位所吼，叫做那個虎頭山嘅重新嘅燃氣哦，喺地北都剛好就講到用馬啊、鹿啊，呢啲全部係用腐木來做出來嘅，化腐朽為神奇嘅感覺，動好呢吼。而且有每次呢，動力好，配到動松拍到菜地，做豆爛咩係冇？我都按清楚。對啊，介紹那麼好。好，不過還有一個重點要來比賽廚藝了哈，大家都有準備好勢，馬上就來金行體育館嘅挑戰。料理大屌絲，大家個卡都有算係自家嘅好美食。
凉脆愛啲寒天嘅時間地度，用帶來嘅秘密武器，做出一出最戰鬥嘅世界料理。到底哪家嘅秘史會較上面呢？一家之主跳下來大鬥士咯！一对牙医馆看起来最期待，因为我们最喜欢他来挖别人家里面的宝，都带给他的多出嘛该牙嘅压箱宝出来呢，可以还讽刺牙嘅黑鹹菜乾是假做的吗？唔係假用做的，这样还可以还好吗？好刚用做的，哎因为它上面呢已经结那个应该是盐霜，对不对？盐霜都要倒闭耶。这个不要讲冻油咯这。个拿了含的应该很润喉，哎对，对不对？哎呦，很漂亮哎。你当初是因为看到敢勇跟含吹管才嫁给你老公的吗？哦係啊，还真的嘞！因为要给含吹管带来吹苗都嘛该。鹹菜乾醬小菇菇，梅干菜酱烧菇菇啦。哦，姑姑他没有请他姑姑来啊，他是要煮菇菇啊哈。那压出吹有嘛该特色嘞？煮生野青愛色很容易，甜。小朋友都爱，就代表大人也一定会喜歡了。好，有信心嗎？有加油哦！哦，來，咱隨你一片大女嘅凍厲害哦！你一秘密武器係乜嘅？苋菜，苋菜就係大家住賓英講嘅雪裡紅。你知道第一次誰帶來的嗎？誰？玉涵姐。真嘅。真的，你有一次有帶雪裡紅來做炒飯。好啦，給你唱2句啦。那是雪中紅。那苋菜哈，就是那个不是他们自己做的，不过你要黑去搞做的哈。爱去个路啊！哎，不要挑拨離間呢。他跟他嘎牛是一條心的。对呀。那这个有什么厉害的地方吗？他家人哦，凍生啊，隨食強到熱會快啊，是拿鱸魚是如果做得食家加熱到啊，你從煮麵一倒了嘅雪裡紅落去，就未當好食。我除了煮麵熱天，還有其他的煮法，點樣會帶到一個菜面按到嘛嘅？昆布老百花菜。哎呦，那就代表講食了之後就唔會攞。嘿，確定哦。嘿，因為等一下有一位會把它整碗吃掉。我生吃啊，乾吃。好，等一下比賽吼，梁生吼，剛用到興 Q，有信心冇？有。加油！用組隊已經準備好勢，現場馬上倒算3、2、1，搶開始。我就可惜咯，體育白帶都寫菜時間，我不記得是做什麼他有做料理。炒飯，所以我連記得你自己不記得？你記唔得嘞？我記得好啊，可是你不記得。那請看重播。來，所以緊緊就動作有顧顧呢。真的，我先問一下，給你了呀，報名是誰報名參加節目的？愛是我們忠實粉絲嗎？嘿是明珠的還是博謙的？民族誒，對，我看眼睛睜很大，有人發現嗎？我覺得他有梗下來。他是哽咽，對，也看到了這樣。好啦，我們淑珍姐，你要在幹嘛？我在旁邊陪他。不可能吧？我們會陪啊。所以你都要用很抱負，很咩愛跳去左牆，共繞出強柔。會像做干貝一樣嗎？誒，蔥呢嘿呢，哦，我算不算了解你呢？酸。所以你都要跟他講菜名是哪個什麼姑姑啊，哪個姑姑啊？一個鹹菜乾醬燒菇菇，梅乾菜醬燒菇菇。醬燒超讚。對，把菇菇拿來醬燒。對啊，你有先問過他嗎？姑丈有同意。我們這邊是6字阿壽。哎呀，誰是大嫂？我感情很好哎。哎，這個話沒有接，我很尷尬。是嘎勇逼你們來的嗎？不是第一次上電視太緊張了。哦，這一道菜是嘎勇接手粥嗎？唔嘿呢，這家做誒，誰研發出來的？愛看電視學嘅，哦，你們住在一起嗎？隔壁啊，哦，那這樣聲音要小一點呢。對，就吵架的聲音。吵架的聲音。哎呀，不用動那邊。製作人，你在想什麼哎呀呢？煮飯啊，吵架打小孩，因為非常的味啊。哦，安都有顧哦。嘿，你的拿手菜是什麼？小孩子愛吃的咖喱。哦，有去有嗰種令果誒，甜甜誒。好，我們等下再回來哦哈，你要就先準備下。好，阿姐我來咧，call，請進。安先生，哦，李文義呢，他是我們最多加油團，來看看那邊的加油團。弟弟，耶！一道台淡水版。
3岁半。 3岁半哦，哇忙上有時間哦。还忙，好幸福哦！用啥就強下大係嗎？有好，我先按攞一下，呢條線向過嘅時間係哪一面線咯？摆盘嚟嘅面剩件，當我下醬。可是你们有给告牛，还要不用都给底度吗？人家等刚好，人家是摆盘哦很可是要像，先煎好张锅弄上机哦。哦主角你会哈赶紧嗎？美不是，没哈赶紧。去學老人那聽得懂哈不會嗎？不看得見嗎？不太懂不。太聽得懂哦。那你學會第一句客家話是什麼？馬基也去糖來些啦，有一點出貨來的咪頭哎。係啊，應該是可雖以。然香菇永遠看不出出貨來哈。係啊，換多一些夫婦嘅。好，你等下個都轉來哈。哦，謝謝。好漂亮哦！應該加下東然進群呢，所以這一道菜算係家帶菜。當然啊，你有看到肉嗎？你們有吃素是嗎？没有？小朋友喜歡這個杏鮑菇脆脆的感覺。哦，哦，一見過出水，還有一種 QQ 爆汁的感覺。杏鮑菇，牡丹強這種煎啊，用烤箱沒動火學啦。可是我們要撈一下鹹水滾 Q 它，要醬燒啊，有皮都給咪頭哎。你龍沙逮到安勸哈，會互相135去誰家吃飯，246。對啊，我們都是因為都是假日才會，小朋友放假就比較有空才會回去公婆。哦，哦，龍沙獨就小朋友咧，有所以講該好的見到嗎？有點金公生公生，黃的。嘿，等你煎的時候，我們先來玩圈圈叉叉好了。也可以啊。 bingo，係啊，啊你有注意啊？這你啊收滷菜係嘛嘅？青菜，青菜哦，煮炒青菜，炒青菜。青菜，亂翻譯呀，都是隨便煮，是不是？嘿，康復卡有嘛就煮嘛，干。嘿，我想用，你啊小朋友最好選你煮乜菜？我煮的幾多青好生誒。哦，青菜，他們青菜。現在在電視機前會抗議嗎？等下我幫你挺煎哈。嘿，可是醬燒部分，你等一下要弄落來，可是這個水比較稀，要怎麼樣讓它有哦，等下醬燒嘛會熟啊？哦，等下記了要裝起來，然後煮落嘅蒜頭，然後嘅低調。鹹水滾來好，炒下咧。呢條係人我準備一個肉，嘅係腐叉肉喎。唔係嘅那個味淋，誒，哦，為什麼要加味？燒？會淋甜會甜甜甜的甜。哦，所以你兩下煎杏鮑菇冇加肉哈，冇，就是乾煎。對對對。我怎麼覺得差不多了？可以了？對啊，因為等一下還有燒啊，因為我們有時間哦。好，所以你看同一個鍋氣也來燒。嗯，要不要讓大嫂表現一下？好，來，來，主任姐，阿嫂來。阿壽的氣勢要拿出來，因為他今天一來到那個化妝室就說：“明珠啊，你這本人更漂亮。哎呀，”對，然後你就說你什麼意思？我就說3000塊頒給他，哎，頒給他。結果你這樣發現哦，主持你冇分數。對，我沒有分數。你但強用豆腐爆烙進進步走一出來哦。都對，確定。我係料理魔法師呢，幫你遞上一個包。係識講啊用，變味了，得咯。來嘍，來嘍。哦哦，耶，超漂亮的。哦。你有冇讀過哈？是這樣的嗎它已經是這樣子了。 ？OK，對因為它已經很細了。對，就不用再切，因為就怕會沒有那個口感。哦。對，再細就不好。我們先把梅乾菜先炒香出來，再來把其他的爆香。這是正確的做法，對不對，師傅？上位有上香，好，該要等一下，壓後哎，過壓落落去，再把它醬燒一下就好，對不對？哎，加油咯！好，我們回來了，給墨記。cái xịt菜超會幫個狗肉強下炒。而且給墨記，你這個沒有崩翻都唔得嘞，我覺得。崩盤凍茶盤，對啊，你有帶嗎？有轉見啊！中午的飯啦。因為我食過嘅食材嗬，會加辣椒下多呢。對，呢種係換做還有點辣椒。哦。但是那個上海菜飯的時候，就是會用這個嘛。冇炒長久啊，一下火凍辣哦，炒一下煮熟再食咧。因為有一道偏凍店哦，好多嘅食材唔係有一種食法。汪汪啊，係啊。對啊。不用食。好嘞。好，我們來去兜酸了哈。哦，加油！先從馬松開始兜酸。是。 9、8、7、6、5、7、3、
2、1，时间到，马上来试试看下铁罐有无卡嘅秘密武器做出来料理，来做较赞的哦。第一罐呢，要卡係拿出秘密武器，先試出來，你風吹下嘅係鹹菜個中小菇菇，睇起來吃看哦。哇，蛋腸款跟蛇木是動好學嘞。這個鹹菜乾可以一起吃哦，哈。好好吃。哇，非常的 juicy 真的很好吃。鹹菜乾老啲菇味香下嚟炒，真嘅很 juicy， 很好吃。嗰啲味道嘅水分哦，咬落去嘅水即係咪噴出來咧？外觀嘛凍醬，很食起來嘛有啲特色啦。假使你係你來做嘅那種梅乾菜，你用慢做。來做梅乾扣肉，來唔是做過安樣嚟啦。我哋真係當有創意。係啊，因為漢堡嗰樣切過以後就干貝強溶。係。我你嚟下，我來試看，冷水嚟頭，亦叫你試看。哎呦！一食開吼，最重要就係加鹹淡，去嘟嘟好。楊勇的做法吧，我覺得淑娟姐是不是往一種寶寶食品的方向在做？因為生年的安生，其實呢，給中安勇切到悠悠誒，小朋友啊，攪飯食一定很好吃。風吹之後你用飯嘞，配飯吃一定很棒。對，就是我覺得這個鹹淡了，撈那個辣度係嘟嘟好，因為假使有盤未做得，假使冇盤蛋腸未做得，我到底師傅運用版拼分咧，給你看哦。就睇下生之師傅用嘅結菜，搶本副書，風吹一副。好，你下吧，牛漢師傅搶本副書，冷水一副，一罐香油。好，生之師傅先搶貢品。哦，我先了解風推呢，我試到個每套凍好，哦，因為本身我係食材嘛，我試到了個醬燒個菇菇，低度個菇個水分保留清度，然後個醬燒就燒到低度個香味，哦，就出了，還有梅乾菜。你該回甘該作用呢，吃到呢整道菜呢真的是非常的好食。藍腿兩片呢真嘅嘛都好食，唔過就一絲絲做嚟落一些調油啦，本件有個香味這樣出來，哎呦，較好。你下玩客家女神的貢品，洪翠爺做料理的手法哈很正確，因為他把那個菇用乾鍋下去煎，啲香味又會出來，甜味鹹味又出來，唔過梅乾菜味頭哈冇出來，有點可惜。藍翠哈，本身呢其實比較會怕那個雪菜那個味道。唔過媽媽也調味哈，調要嘟嘟吼。不過有一個小小的建議，也香菇哈，可以選1-2朵，也是切那個丁狀，用下去炒下去，也香味哈會更有層次感。好，師傅本來建議呢，睇起來我來記起來哦。唔過一下個個得到1分，等下來看一下今日生之師傅我帶來乜嘅好料嘅老太姐分享呢？實在好料理。耶！我覺得啊，生之師傅呢真的很陳伯謙，伯謙初一15吃素，給你肚後6樣就會出業。哎呀，我現在做素菜，對不對？你就來接受通告，這樣，對不對？從肚後，哎呀，今日我做乜嘅？哦，兩道菜呢就係豆酥鱈魚。哦，也又騙人了。係冇騙人，鱈魚算人家東府嘅食材呢，但是沒有。唔做地種挑夫來做，哦，挑皮來做，好，然後用個挑皮，哦，金針菇。還有這是豆酥，豆酥就係你做個豆漿，哦磨成的這個豆渣，落去幫你風乾，你就變成豆酥嘞。哦，適當的東好食，哦，還有個豆瓣醬，哦香菜、辣椒味，還有薑麻，哦來做兩個嘅。豆子啊，真的是一家人，像有豆酥，有豆姨呀。好，兩個豆包哦，幫你切，哦全部幫你切吼。你啊總個挑包呢，就係飛機改改。飛機改挑包會較盤，會較嫩，較好食。它有正炒。有，一般那種扁扁啊、硬硬啊，它那個都是機改的。那你應該買誒，我喺市場買嘅。你會去市場？我有。暖男誒，你都跑去市場呢？我喺市場哦，那個阿姨都很買哦，小帥哥。你是去哪一個市場呢？台北嘅。應該說每個市場的阿姨都很記得。還有早餐店嘅。對。呀，挑包切好呢，還有兩個金針菇，用白會撈啲金針菇呢。對啊，本件有個 juicy 嘅口感，還有呢有個菇嘅鮮味啲度。不過問題來咧，來，大家都有食過真正嘅鱈魚吃過吧？不是比目魚哦。
鳕鱼那个是比较廉价的。现在很多那种铁板店都马是卖那种，那个都是比目鱼，哎呀，价格不会差不会10倍，哇10倍。哇，会切末哈。我的意思是说，台尬族就是个咸啊，但是他要用这种豆腐包走出台尬人上当中嘅肉嘅口味口感。你但强用豆腐包，让金菌菇做得出来哦。都得。确定？俺个料理魔法师呢？帮你自己算一个包。排水讲啊用。那个咱只要本去籽拿铁吼，用不辣啦。哦，本去切。因为鱼肉还有它的纤维感，对不对？嘿，而且有鱼油哎，那个香味，还有那个贵气的感觉。哦，咱只要本去切一下吼。我们到底要多逼一个素菜的厨厨啊？到阿菊师傅来到俩下，他每一次做的菜出来，紧紧就不因那种惊吓，哎呦，紧紧又跳，惊喜，对，惊喜。好，用菜我性惯都讲不过。豆包含有个金针菇吼，老一叔是嚟个太白粉，不给人黏黏的不给黏咪嗨。哦，然后呢，嚟个秘密武器哦，雪里红是，唔系手套吼，不给做一下呢。所以除了加面粉之外，咪做得加其他哦。面粉，太白粉，要让它结合，很结合，含有个胡椒粉哈，胡椒粉还有染柑，还有糖。我眼看人面粉冇按多咧，冇轻多，你会听到适度呢，会较黏。差不多简单的调味就做得了。呢个面粉啊？哦，面粉哦，本期苗豆就该塑形做得好，塑形就做得了。我黏的呢。哦。然后呢，我就用两个调皮啊，调皮。哦。调皮。又加火锅点落去吓死呢。就哦。对啊，然后就变好贵哦。哦，本期不用下来。所以这个是鱼皮吗？还是？两个是鱼皮哦，两个是鱼的皮。哦，鳕鱼呢，通常都会一片哦，故意它喷哦，我呢我就会塑形。其实再吹动吼，可能要给喷哈，就自己做。面粉，然后就捞一点水哦。等下还会挑嘛？调一个粉浆，好，等一下做一个收口地方会营养点。哦，所以大家就青菜一片就好扁担了哈。因为甚至师傅哈也必须出神呢，所以他做的是做菜的速度没比较没。是有人在赶你吗？没有呢，没关系啊。哎用较金重较好看呐。哦。其实用鲍鱼来整个又从鳕鱼该种一大块一大片。你有觉得？有。边边哈，本给压米哈嘞，哈，压米哈嘞。为什么旁边也要？点它呢，要做鱼皮嘞。所以这个还不是？还唔黑？那会有鱼鳞吗？会啊。你确定？会有鱼鳞？那我们只能够做5分钟哦。你下呢，我个鱼皮就来了哦。本你个海苔哈，本给切一下嘞。鱼皮啊，中鱼皮，仔鱼皮。哦。你真的太厉害了。马上上刀也系蛮紧教你啊。其实就动刀摘出来就是有做编发啦，然后就有上刀，大概本给压一下嘞。所以你下海菜刀一般嘅摘菜啲味道，全部系做鱼皮下刀。嘿。啊，用天鱼类哦，冻枪诶。但这只鳕鱼应该是有晒伤哦。好像哦。你下呢含有一堆哈。这真的很像哦。我爱用做鱼来冻枪，等下剪个须掉，这样下给我。剪个时间就冻枪。哇！好厉害，真的像。所以可以变。我送出来系吗？太厉害了！以前剪钩啦。我剪钩，含就整钩。你根本用个豆酥跟粉丝来做。你如果是用这个破布纸，就会用整个的。哦。我问题来了哦，一看伊地背都就加金针菇，等下无论係用煎也係用烤箱，伊會出水呢？唔會，伊該出水呢就會有該嘅該口感。魚油像魚油一樣，太厲害了哈！好，你下呢了解鱈魚就好嘞，好，一堆個鱈魚就好嘞。好，本給熱鍋一下，你下呢就底部2片，好，本給先下來煎。哦，你收口啊，先下來煎。這邊的部分呢，就來做個豆酥嘞。哦，豆酥你個油會較多，因為兩個係糟個，比較容易吸油，所以油呢會多一點。好，姜麻，姜麻幫你煸一下。
老师太厉害了，太厉害了，对对对，要阿芝师傅，要给酿那挑皮的时候，是不是要等它回炒一下再来煎会比较好？通常有2个做法，一种是回炒啊，另外一种係用整個嘅方式來做。整個基本就鹽鐵嘅，冇相干。又要煎，又要等到它回炒，讓它有濕度，鹽烘落，嚟煎，讓變嘅咯。來咯，來咯！哦！哇！他们的米血糕切法很特别。哎呦，小熊造型动物嘛，谁面敲母动喜欢呐？模式貌是另外一回事。以前我们在比赛，你知道哈？三种梯都在黑奶三茶，有牛肉、香蕉、小黄瓜、小黄瓜，我小朋友喜欢吃的 cheese 玉米。哇，那5兄弟还有栗子哎。你们家生太多了吧？他们不只是把圈血给最亮、最基本的 chef 加落去，他们还加上第2名皮蛋呢？皮蛋，你是在问我吗？真的很漂亮。它6抢3分哎。哦，幫佢煎吼，兩面幫佢煎到。還有大概用酒來標大概薑麻，還有豆瓣醬。你真的太厲害了，很像土托魚哎。你會不會睡到一半突然起來？哎呀，我怎麼那麼厲害？冇啦。你不要接說你也會覺得自己那麼帥，不會怕不熟了。唔會。大概豆酥食材都熟嘅。好，大概豆酥幫佢下來，幫佢炒一下。嘿，你要幫佢炒到香哦，因為大概豆酥呢，它本身係熟嘅啦，啊唔過炒嘅要香味燜出來。師傅，你真的太厲害了，來到把我們節目帶到一個喜內狗突哎。還有嘅鹽，好，還有糖。哎，大家就實在嗎？燜肉嘅時間是實在啊。啊？燜肉好是的些實在啊。哦。哇，好漂亮！哎，你用做過以後，真嘅大家會改做實在呢。那用今後啊，太加是天空啊。這一條魚要200-300塊。對啊，有冇去漢一拜吼？哇，就做完牛之後都仔菜。好，還有個辣椒味吼，還有香菜，幫你放下來，幫你炒一炒。要放上面。這豆酥的靈魂啊！太棒了。好，2個就好嘞。因為你真的太厲害。地北都係豆腐包啊，所以做得2下練一下就好嘞。好，2個豆酥，幫你放上去。這裡。好厲害哦！真的太哦，今日還有淡信嘅觀眾朋友吼，請大意下。你可以取代博謙來主持嗎？兩眼唔會工作，主持還是有個專業的。可是他超過了。好，豆酥鱈魚，按鈕就後 C 咯。首先，刚刚甚至死夫周第一次豆酥鱈魚，而且黑周仔吹一定讓大家非常驚豔。不過，參考了更驚豔的，讓我們味覺也來感受它的奇妙。太像了，吃色困難哦。總算做得大快朵頤嘞，這個太像了。哦，哎，等下用皮是不會薄嘞，好好吃。哦，我建議不要只有發出狀聲詞而講這個吧，因為我本身動好是食那真勁又香，有剛真勁懂秋，而且剛剛博謙擔心的就是說會不會有給金針菇味出水，不會，它剛好讓它變到較溫潤，真勁濕粉的後生。我給你這個獲得2022年我吃過最好吃的一道菜。有家裡面有長輩啊，西豆就唔驚就會有魚刺啊。對，而且又沒有油，也不會有油耗味，是不是想嫁給他了？可惜我結婚了。淑珍姐很誇張，她連豆酥都吃光光了。下香，吃進去的口感就有點酥酥脆脆的，但是到裡面就會吃到那個豆皮的那豆香味，豆瓣醬，哦，很香，就整個在嘴巴裡面。
真的非常好吃。对，我们全部现场女生都愿意嫁给你啦。真劲厉害，真劲厉害。动好食，还有动健康啊。除了好食之外哦，佮兴奋哦，喊做啲上天，我个复合嘅客家进行。重点是因为系摘出来，所以冇用蒜头嘛嘅其他嘅别用，但是它的香气不会少。也个香米做了过后，这个伫个不卡做摘春吼，成本其实比较便宜，而且更健康。那杯摘春吼，冻龟又冻油啊，旁边呢也海苔，又有海鲜的味道，错，所以呈现出来的那个鳕鱼的那个鲜味又冇相同，还甲做得好起来。哎呀，出春呢真嘅係赞不绝口，非常厉害。观众朋友都不卡咩做嚟吃周坤啊，唔過馬上就係進行最杯米館嘅挑戰。把邊料理網，兩嘴愛啲寒天嘅時間地度，用指天嘅食材變化出無窮樣嘅料理。亞冠唔但將係比美食，咪愛比創意哦。到底內嘴真係正經嘅把邊料理網，一家之主，你誰來上菜了？哦，到今不經我打開正農之前哦，先來考下大家全世界最奇怪嘅食物，地位都體驗樣大條樣係滿地嗎？這個東西出現在台灣哦，就是台灣臭豆腐。哎呦，你有先聞到是不是？有一點。你確定哦？確定。賭多少？不要。沒有骨氣呢。打開呢本大家看下，英國大票地位都全世界最奇怪嘅就係米血糕啊！薯風嘅糕，你還係台灣自貢呢？你不是很愛嗎？超愛，用生命在愛它呢。米血糕，人家也稱它叫豬血糕，它是全世界最奇怪的食物。我來問一下，好，素菜大神，嘿，料理魔法師會用來做編發嘞。我會本給切，然後本給炸，應該喜歡是炸嘅。用泡嘅，用泡嘅，那就刷一點醬啦，做個麻辣嘅，應該都好食。哇，就這種像炭烤的那種感覺。跟你介紹一下這個豬血糕，我們本身現場有一位英國人，他就超不敢吃豬血糕。對，邱小姐，她是英國人。你跟他說啊，那地北都係豬血糕哦。真就是。不過你會怎麼做編發料理呢？我們其實可以把它剪紅來，擦落去炒。前邊有做過嘅韓式泡菜沒？哦，可以耶。對一些菇菌類的東西，下一炒，香味營養又有誒。其實大家都一般的食地北都看到誒。問我。你不要跟我講夜市的哦。真的沒有，我要講別的。哦、我想到了。好，來預備起。你剛剛講就是稍微把它炭烤之後，可是我中間要把它切開來，中間放什麼你知道嗎？漢堡肉。棉花糖。因為鹹鹹甜甜的，一定會懂後生。你確定？棉花糖進去，我覺得一定會後生。我是說真的，因為鹹甜是最好搭配。你沒看他每次放在同一個盒子裡嗎？你今天有吃胃藥哦。這一關要比的是創意。好，給妹就拿下嘅，在台灣的台灣之光哦，米血糕了就編發了今行最關米館嘅挑戰。到大家嘅廚房嘅做做乜嘅編發呢？上門看風吹，想問一下用廚房嘅糕哦，編出料理菜名都乜嘅？米血糕三兄弟。哦，米血糕三兄弟。好，因為我已經遠遠的遙望到家的，它的食材非常特別。風吹最關米館有信心嗎？有，加油哦！加油！你看下攬出嚟一片我用米血糕做出乜嘅變化呢？菜名按到蔣少米血塔。哦，這個米血兩個字有種黑腔哦。米血塔。動力學有信心嗎？有。加油哦！用速度已經準備好勢，現場馬上開始倒算。3、2、1，搶開始！我在開始哦。不過說真的，我覺得我最愛吃的米血糕的做法還是用炭烤的。那種東山鴨頭的，哎呦，好好吃哦！可是我跟你說，熱量很高。我知道啊，一直都知道。不要，那個肚子已經快要那個。不過我緊緊唔敢吃呢。他說他看到會怕呢。那等一下你要吃多一點哦。職場霸凌的部分。哇，我們從切法就有創意耶。來，剛剛有講到一個米血糕三兄弟都帶係哪三啥？有豬肉、香蕉。還有小黃瓜，我小朋友喜歡吃的 cheese 玉米，
哇，那五兄弟还有栗子哎，你们家生太多了吧？可是那个是什么？这个是算秘密武器，就是最后我把那玉米个脆片吗？对焦香味焦糖口味的，对，把它裹在外面，或它会有那个脆脆的口感这样。一会儿一会儿我跟你说，我们创意已经满分了。哎，师傅那想学走干嘛？我们开始来吃啊！没有。第时间你会想出牙齿料理嘞？因为想要让孩子吃多一点的变化，不那么爱吃的食材尽量就包在里面。嗯对，因为都是饭啊、面啊，就是有一些变化，有一些不一样的食材，毕竟让他们这样更喜欢吃东西。啊，兄弟哪这？你弟俩是你也生个不看吼？哎，你知道现在跟 Halloween 的都会嘛？哎呀哈，爸妈都很辛苦，除了变装之外，便当也要变装。嘿咯我看过鬼便当哎，鬼便大概当，真的就是跟鬼一样，他们挑超出来可怕。今天是活的三兄弟吗？是，好吃的三兄弟好吃。好吃的啦。哦，好，我们等一下再锅中的啊哈，好你先准备一下。好，阿姐，我为你打抱不平。怎么了？你也叫么？结果记得该片美就叫哦，用叫，怎么会这样子呢？这全腿饭又不是只有娇妹吃香蕉，哦，你有发现我在挑拨这样？他们的米血糕切法很特别，哎呦，跟薯饼一样，冉冉呢？小熊造型，啊，好可有这个模型爱。哎，这是要给儿子带回家菜的吗？ Hello 好可爱。顶家的呀，所以你看，熟见动用心哦，做出来不行而学的，一定要形状可爱。哎，要外观看起来漂亮。这一道菜记得厉害的时候才会到，他们不只是把圈血给最酱最奇怪的 chef 加落去，他们还加上第2名，也是全世界最酱最奇怪的 chef。什么？皮蛋吗？皮蛋，你是在问我吗？皮蛋，对，皮蛋。对啊，猪血糕料让妈卵用我给哈起来呀。可我觉得这个创意很好，为什么你知道吗？它煮起来就是一只台湾黑熊。哎呦，那它需要白色的部分呢？不需V 吗？所以可以马上想到用小熊的形状引导来走啊。哦，很爱动物嘛，声音全部动物喜欢呐。某是另外一回事。也就是我们在比赛，你知道哈？对，它带了喷枪，等下 cheese 会融在上面。你要自烧，我们家小片就动很疯哎。而且你看里面还包这个猪肉，哇，都在蛮英雄的啊！你阿勇走出了一行哈，我觉得有一些居酒屋会不会偷学你们？我是觉得他们的花的时间会太长。一转眼之间，所有都已经切都悠悠哎哈，有个黑马的呀，有个小米酱汁，那个有蚝油、米酒，还有一点糖，皮蛋，会下去炒吗？要好，海鲜锅里哦哈，进攻应加油，好，加油！这边发生什么事？这个是帮你板豆嘞哦，烤肉了哈，对啊，这个直接夹吐司就好啦。哎呀。应该烤应该什么还就先入口哈。这里下去真的是米血糕，对，哦，要变软了。对，那这里呢？我这个就是现在在备料，我要把这个起司片对切，稍微把玉米还有起司片包在那个米血糕里面。哇，那么包得起来吗？我们有竹签大王。哦，因为假司基木拉熟哦，基本团天呢。看一下黑马干，这个是烤肉酱。酱烧烤肉酱一样是中秋节剩下的嘛。豆芽还蛮想的吼，俩还咸的，那用掉俩甜的水果啊，就是这个咸甜会怪怪。一听到是就像我刚刚讲的呀，放棉花糖啊，咸甜的料理太敢某色勾吗？番茄炒蛋不就是吗？哦，错，咸酸甜其实没酸。对啊，该鸭就逼料后尾黑嘛。对，剩这里了。对，是等它好了，我就可以开始来包料了。好，应该好了哦，差不多了。哇，这可以徒手拿，还好，这就是妈妈的力量。妈妈，阿姐，你安慰见祝妞哈，你不怕明年的中秋节都是你来哦？今年就会来烤啊。你只要做一次，后年就不是你。来看一下这边。哇，等一下，所以我们要吃好几个才能够吃到三兄弟吗？可以挑你们喜欢吃的。好，我今天没想到用掉就在爆落去耶。这真的懂有创意耶，它要把它变得像串烧，对不对？对。我们再蒸一下，因为这个是 test。哦。
我们先过去好不好？等下狗都转来。好，好，再让这一下。好，好。哇，各位觀眾朋友，一看機已經要燒到呢，因為阿仔家下就先煎，所以本身我就要擦擦啦，也比較容易吸附那個汁。但是我第一次看到用你馬蘭到 tomato 香下炒呢。你們家都喜歡做五彩繽紛類型的料理哦。這個創意很用辦落呀。没有，因为番茄就是有茄红素，我觉得对小朋友很重要。哦，那对小朋友来讲就是可爱啊，然后营养。那马老呢？普福呢？喜欢吃皮蛋，所以我想说这样。我也是，我是皮蛋的粉丝，因为马老用凉拌没好选，嘎子给拿来泼，那种可以放进去，沾一点泰式的酱也好吃。哇，所以款第六俩头出来哈，还是有忠于传统，然后迈向创新。好，那我觉得我们这边差不多了，我们去帮红队再加油一下，就会做的品尝了哈。动力哦，太棒了！红队的好朋友们，谁你懂谁喂？还好，不会很烫吗？还好还好。而且我发现它带了喷枪，等下气死会融在上面。你要自烧？是的。哇，我们家小朋友动很疯哎。啊，这样就有黏啦。哦，你本身要卷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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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要再卷紧没关系。那是圈服哦。因为跳抖会发会太补了。对，小朋友你给他吃太多这个，他就没有办法吃到其他口味这样。而且血红豆给米血糕很会爆气啊，会胀气。对，有用干糯米啊，会胀气。哇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哇，而且外形非常漂亮，烤肉酱在里面。对，这个我们可以直接吃吗？是可以。因为它就糖豆你讲你最好选那种刷酱的。对，而且你看里面还包这个猪肉。哇，这个已经很。我还蛮英雄的啊，因为记得把 up 来那种猪血糕的铁线，就是一种脆耶，一直走在烟起来。哇，好漂亮！他有一家兄弟，另外一个兄弟。兄弟，薄屑会不会没有办法串？会，它会掉出来，但是。到最后再补上去。哎，栗子超好吃的，这个太好吃了吧！你安用走出了一行哈，我觉得有一些居酒屋会不会偷学你们呢？生意会变很好。我是觉得他们的花的时间会太长。哇！好，这样我放心了，你们继续做。你写了一兜酸了哈。好，加油！烟草马松葵是兜酸。10、9、8、7、6。5、4、3、2、1，时间到，马上就有吃吃困难，优雅嘅米血糕编出料理，来煮卡好吃喽。主峰的糕，也就是米血糕呢，做编发10分钟，可是你一定没有想到，红队竟然做出来嘅3种不同口味，太高的吃吃困难哦。哇，烤肉酱味道很搭。我很爱吃它它中意那种起司的，因为炙烧狗还有哦，它的那种猪血糕里面的香气没就有被激发出来。不过大家应该很好奇，都在包姜汁，我也刚才伯谦讲到姜汁味道会如何，试试看哦。那姜汁还没有焦糖啊？等下配香蕉，你是用的香豆，我觉得很搭哎。因为香蕉现在正盛产，香蕉都卖得很便宜，所以鼓励大家多多吃我们台湾的香蕉。对，因为我上面还有加那个饼干，咸咸香香的，有那个脆脆的口感，这样真的非常好吃。深夜一听会懂好吃嘞，而且3种口味一次满足。走得起走胜利嘞，走得起传千走胜利嘞，来一盘买几多钱？真经厉害的，其实该下就讲哎，那种像是居酒屋啊，那个炭烤店啊。看到你头出来，真嘅会睇到好起来哦。我你片没动厉害，因为全世界大条面、便宜面的猪血糕、马卵一下起来，试试看。好，意想不到的是，马卵的米头夹等那个米血糕，其实它还蛮搭，再加上那个马卵本身就白白的哦，有一种比较让这个米血糕吃起来比较顺口的。米头青葱锅、青口生、切切啊，容易都给。上菜姜啊，是青口生，还有传统又创新，因为传统的部分就是老饭店我们跟演习的嘛，对，它还要加入它的皮蛋做一个创意。觉得这个新旧的结合，你要想法就给你动好，这道菜给自己几分？肯定是满分啊，对不对？母爱啊，嘿，母爱是没有对错，母爱一定系100分。好，我们都在4副营养满评分嘞，一来看咯。现在讲深思食夫呛本分数。
蓝水一份。哦，谢谢。好，等下看最每一票，Q 师傅全部复数。票九。甚至只不唱公平。哦，其实两队呢都做到同好些，啊，俺们选两个蓝队呢，佢就老个层次感就出来，哦，就该脆脆个生菜，还有该煎过个米血糕，哦，还有一点个鐵條粉，還有香脆，跟每套就有出來。啊，唔過有一數咧做嚟過嚟整個地方係做嚟老一數咧有該辣嘅東西，哦，或者是有點酸重嘅東西。而西區人呢，因為它有層次，還有比較開胃，哎呦，哦，紅推料片呢做到東好食到有一種創意料理嘅感覺，用椒嘅像個糍粑誒。东好吃，有个切 Q 感呢，还有酱汁啊，还有整个搭配起来东好吃。等下问王毅来公平。蓝水的创意规好，颜色规孬，因为上的色，椰米头吼可以再让它有层次一点。红水也有3种口味，也咸的、甜的、咸甜的，每个口感都有兼顾到，所以也个创意吼，本意个豆腐。谢谢2位师傅。动手 CAV 开抢了贡品，个个都会得到1分。今本日呢算是平手，2组都会大头名哦。马上出来颁奖嘞！耶！因为挑战模很简单呢，而且是尤其最竞争激烈，就是最不米馆挑战这个米血糕的部分。不过2组都会得到2分，都会大头名哦，恭喜！全来恭喜风吹得到1000元的大彩金。恭喜！蓝水的片面是大头名，2500克的加彩金。谢谢。一会哦，老太太分享一下礼拜参加的心情。前面真欢喜啊，来了位做的一道新的菜，鳕鱼豆酥鳕鱼。转去做本身颜色样用，跟清香又清好色样用。现在完全的是觉得今天来就是遇到你是他最大的确幸。羡慕。可以给你带回去哦。喂。淑珍姐妹老太太分享一下礼拜参加心得。很高兴来到这边参加一家之主的节目，第一次参加录也很特别，所以也玩得很开心。下一次再来。好，因为你最后面那个米血糕3兄弟表现的真的懂真的。太紧张了，真的。听一百了就不会紧张了。好，恭喜！蓝水的片我特别感谢一下。啦啦队，感谢啦啦队，真的很棒很棒。因为木蛋厂失去1龙沙吼，动幸福。哦，弟弟也很厉害。对啊，想再跟大家挥挥手。哎，你看活动才是动丰富，动就是啦，我把活动多，下摆我会宣传一下。好，第二哦，大家来问一下熟见，因为来参加哈，虽然哈没好讲客话，但虽然不太会讲客家话，但是我觉得你透过这一集节目哈。表现到动好让人家感用感情。第一次来参加，觉得真的还不错，就可以跟我一起这样做料理。然后我的先生跟小孩一起来，我觉得就是很幸福，超幸福的。对，唐公鸭路过没会讲哈，所以下次大概知道谁要换谁上场了。哎，你要看一摆，哎呦又经验嘞，坦白是做在玩机。哎，好，用1龙沙，谢谢。好，很开心呢，今日到節目當中哦，不過人看有帶定假洋去甲做呀嘅鹹菜講，非常愛講同假洋傾下來比賽，你會發現做料理係一個做得來鹹不感人情感嘅一件同幸福嘅事情哦。係啊，無論吼，你係兩隻阿嫂，也係假洋老興趣傾下，全做得日日報名參加，分享亞福卡嘅好美食哦。一家之主帶你傾下來呀到邊，分享亞福卡好美食來呀，大到是交朋友，下禮拜再見，拜拜。